过年期间安排规家伙仔行出户外接触大自然，就是上健康的走春。其中尖山咀度假村特别伫1月21到25，保留去年上受小朋友喜爱的泡泡秀，加上试点的亲子乐园以及游湖甲试蛋体验等等，要让大小朋友规工拢耍袂完。我们度假村呢有准备了非常大型的这个昆虫乐园的气垫乐园，然后那还有以及我们一直都很受小朋友喜爱的一个欢乐泡泡秀，以及这个泡泡体验的活动，那以及我们那个现场也准备了这个旭山市集，邀请许多在地的摊商以及这个街头艺人来这边在春节期间每天都准备精彩的节目，来邀请这个亲子以及这个家庭旅游，那可以在春节期间初一初四的时间，那到我们度假村，可以让小朋友可以很开心的度过一个这个春节假期。那家长们呢也可以准备野餐垫，可以在我们现场的大草原上面来这个做自由轻松的野餐。那也这个在现场小朋友去玩，那大人就可以在旁边做放空，可以过一个很悠闲的春节假期。那也欢迎各位这个游客可以到这个晚上可以来留下来欣赏我们的音乐表演，那可以度过一个开心的春节。拥有丰富生态甲环境教育的度假村，为了配合市府推动月顶港定制等观光活动，民众伫活动期间只要取得相关教场的证明，就当享受标示大房6折、入门门票半价等优待。详细资讯会当从因的网站查询。台南新闻古文集何乔芳采访报道。